花莲的放山湖水规个溢出来，市区拢淹去，马太安桥嘛断去，花莲光复乡灾情严重，真侪县市拢已经派人去斗救。目前光复市区的水已经退啊，也伫当地设前进指挥所啊，而且透明拢伫清烂土。马太湾溪桥河大水上排气，真侪路也因为大水受损，或者是被迫封路，甚至车因为道路严重积水未当过去，包含警车也被困。过不去，车子过去就会掉下，因为它那个泥沙太厚了。我刚要去找水的时候，我自己都快被叼住了。试试看而已，因为我看那边还有水。我知道。对，所以我不建议。光复乡前海24号因为水深甲卡达夫，而且佫真侪路公妹仔无法度入去，中正路甲敦孝路口派出所边仔路公妹仔20到30公分。目前光复市区水退去，前进指挥中心规卖清除，宜兰方面派出消防队去协助。出发进前，宜兰代理县长林茂成为支援的消防人员进行讲话，提醒注意安全。我有跟他讲说，因为现在我们已经集结了5艘救生艇，还有我们15位同仁会马上赶过去。屏东县政府23尾仔5点半接到消防署甲花莲县政府请求支援，马上启动跨县市救援机制，出动8车13人，4只动力救生船、3只手灵船甲相关救灾器材协助。花莲县消防局表示，目前已经有新北、宜兰、台东甲屏东县等县市支援，暂时无需要其他县市来支援。另外，台北市也派人去协助，高雄市主动表达支援意愿，特殊大队受反性增援器材甲车辆整备，然后进一步需求会马上协助。总统罗清德13暗时表示，已经请行政院长杜荣泰指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，统合各部会专业协助花莲县府采取紧急应变措施，各达至救援受困民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